台南医院环境执勤不幸损失，市长吴美铁已经答应提拨5000万第二预备金来改善装备。对此，议员黄丽椒、钟志顺进一步关心基层环境执勤的时所需要在装备减真正符合需求，伊向警局来反映。对此，警察局长表示，针对内外勤无同的需求甲意见调查，已经列出优先顺序来盘点。市长吴美铁嘛表示，警察人力甲配备拢会陆续到位。基层员警的装备是否足够？我等一下再让你答。哈，那第二点，基层员警的装备是否符合执勤所需？那第三点，是否知道一位基层员警执勤时需要携带多少装备？还有第四点，是否知道基层员警自行购置设备之情形？要重视基层员警的一个需求，争取到配置预算能够到位。我告诉你，那个部长说的，大概开了去啦。所以你看，能够保护我们的是谁？最基层、最基本的一个员警。所以在这一个方面的一个预算，绝对袂使欠。这个我们警察、消防的预算穷不能穷警察，苦不能苦消防了。所以说我们都会来，因为这是跟人民生命财产有关的。所以说我在上任的时候就增加了警察跟消防的这个危险加给，繁重加给，这个部分就花了5.5亿了。每年不是只有一次，因为我的增加上来就不可能再减下去了。然后在2年前也增补了110名的警力调到台南，110名的警力，然后陆陆续续就补到位。会中议员嘛关心阿兰区违建无度排毒，造成后尾项污水沿河接管工程出问题。对此，水利局回应，依照法规，只要违章建筑影响污水接管工程，一定会发文限期14天改善。住户若无家己拆，限期7天以后，干务局就会强制拆除。今日新闻，军事林根采访报道。